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。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咱們先看經濟學家馬光遠對樓市又有了新的看法，媒體都在轉載。我看這個叫格隆匯6月9號發了一個報道，我也看了一下，馬光遠自己在微博上他也發了。那我們一起學習一下馬光遠的觀點，大家也可以自己上他的微博去看。他說，過去3個月，中國房地產市場正在發生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。熱點城市交易量連續3個月大漲，一些城市的稀缺房子又出現搶房子的情況。很多人都在問房地產有沒有見底，房價會不會漲？籠統問這種問題的人一出口，你就知道他對現在房地產市場的底層邏輯已經完全變化，毫無感知，思維還停留在過去的階段。馬光遠老師說，他說過去3個月房地產市場究竟發生了什麼？一線城市本身連續3個月交易量，特別是二手房交易量維持在高位，代表中國最高端層級的城市二手房的表現連續在3個月處在榮枯線以上。馬光遠老師他覺得提問題的人問一出口就說房地產有沒有見底，房子會不會漲？馬光遠老師認為，你籠統這麼問的人，說明你這個還在沉浸在過去那一套敘事邏輯裡面，房地產底層邏輯變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發現馬光遠老師自己談的這些東西，他這些數據他这些比較，那還是在過去邏輯裡面，他也沒有走出來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個說法？就是他你看舉例子說的這些數據，那都是按照過去那個叫什麼，烈火噴油年代。還是那一套敘事。你看什麼榮枯線，他說北京3月 1.97 萬套，4月 1.79 萬套，5月 1.6 萬套，5月數據創近5年同期新高。上海3月 3.12 萬套，4月 2.87 萬套，5月 2.8 萬套，3月創5年新高，5月創近6年同期新高，近10年第2新高。廣州3月 1.09 萬套，4月 1.04 萬套，5月 1.01 萬套，3月為近3年同期新高。深圳3月7898套，4月9044套，5月 1.01 萬套，5月時隔13個月再破萬套。這是成交量北上廣深。從價格去看，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，3月一線新房環比漲 0.2%， 二手房環比漲 0.4%。這是新房，二手房還漲 0.4%。4月一線新房環比漲 0.1%， 二手房環比漲 0.4%。5月一線核心城市二手房均價環比 0.4% 到 0.6%。這馬光遠老師用這些數據來證明房子漲了或者見底了，那也還是停留在過去的思維，是吧？過去的這些數據就能說明房價漲了嗎？打個大大的問號。為啥呢？你看北上廣深成交的都是60-70平，有的是50平的，總價200萬的房子，大量的人都是全款買房。就這些數據你如果不放在一起來講，那你光講這個成交的有什麼意義？這個在10年前或者在5年前，他說5個月5年同期新高，比如上海放5年同期新高，那5年前買房那都是買100萬一平，200萬的總價的房嗎？200萬總價占多少？這第二個，貸款的和全款的占多少？他不說了，他只是把這個數字，你看又賣了多了多少套，多了几十套、100套。我不是經濟學家，我提出這樣的問題，我想很多人應該警惕，應該去想一想，為什麼你盲目的說這個房價在漲，穩住了？那你得解釋一下，為什麼大家都是全款買？那我們進一步說，接下來還有多少人能夠全款買房呢？能買得起呢？有多少人一次能拿出300萬出來呢？對吧？这一批買完了，下一批人在哪兒？掙300萬很容易嗎？對吧？這些問題你不去想，你不去比較，盲目的說，你看今天二手房創5年新高，有什麼意義呢？這個馬光遠說，但房價本身也出現了一個分化，並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止跌，都在上漲。他說，從這3個月交易量能夠得出什麼樣的結論？我認為房地產總體來講，經過6年的調整以後，已經到了一個底部。到了底部以後會怎麼走？這個說法反正挺讓人雲裡霧裡的。他說房地產整體上是到了底部，那人家問你房子是不是到了底部？
那你就告訴人家整體上到了底部，是這樣吗？没錯，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的微博。经济学家怎麼這樣？你說的已經總體上到了底部，那人家問說房價怎麼樣了？到底了嗎？那你就直接說到底了嘛，總體上到底部了，沒毛病。但是他又說人家這個邏輯發生變化，還沒整明白。後面馬國元老師他又說了，我講3個觀點，告訴大家下一個周期的房地產和以前有什麼樣的不同的底層邏輯。也就是說，過去10幾年房價都在漲。接下來這個周期，那房子就會出現一些變化了。這個變化的底層邏輯是什麼？有什麼變化？馬國元說了3個觀點，他有3個觀點。第一個，他說以後房子會分為2種，第一種是可以用來保值增值的，買了既可以住也可以增值，像過去一樣。還有一種房子買了以後只能住，不要想着增值，把錢存在銀行，跟買这個房子可能差不多。漲幅可能會更低。那他這個觀點怎麼說？你也不能說他錯了，對不對？也就是他說一半的房子分2種，一種房子你買了之後它不會漲，不要想着增值，就是漲也跟存銀行差不多，這房子漲幅也很低。這是馬國元的觀點。那麼還有一種房子是可以保值的，也就是它會漲，可以增值，也可以住。那具體也說了，他說中國最多有20%的房子可以保值增值，可以作為投資的房子。而80%的房子只能用來住，大多数房子跑不贏通脹。他這個觀點，說實話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，也就是大部分房子只有住的功能了。你買了之後，你別想着它怎麼漲賺錢，就是這個意思。80%的房子，那麼還有20%的房子可以保值增值，我也要打個大大的問號。20%的房子保值增值，我不是說跟他較勁這個20%的數，因為這個肯定是拍腦門的，沒必要跟他較勁這個，只是說北京或者上海就1線城市，什麼樣的房子可以保值增值？這我腦子就在想，馬國元老師這個說的有點牽強。你說我們不要糾結20%的數字，就是什麼樣的房子會保值增值？那保值增值的房子是極個別的，還是說是有一定的代表性？如果極個別的，咱就不用討論了，那是個別現象。如果還有那麼一批房子是可以保值增值的，那這個我們就要想什麼房子保值增值？我的答案是比較這個現實的，即便是北京這種地方，沒有房子是可以保值的。就目前來說，我舉個例子，你現在比如說在4環邊上有房子，或者好，你說那4環邊不行，那個位置不好，3環可以了，3環邊上有房子，這個位置相當不錯了，學區房。好，我們有人說學區房要跌，那我們不聊學區房，就說有個房子現在10萬一平，那你說未來它會漲到15萬、20萬嗎？你再過10年，那個房子变成破小，老破小都在降價。這第二個，老破小，你面對的不光是你那個老破小，你那個時候10年以後住宅出來了，第6代住宅，房子不知道比你這個老破小要先進到哪兒去，住舒適度、得房率，那種合理性是吧？那你那房子還往哪兒漲？我不太懂。你說我位置好，我这把着这个位置好有什麼用？以後就是位置好，這個也是10幾年前這個房子一路高歌猛進的時候它的一個因素。但是我們人類往後發展，這個位置是不是就變得還是那麼重要？這個一定要考慮清楚。是吧？以前確實位置是核心，你比如說你就挨着學校邊上，或者你挨着什麼地方繁華地段，那就是好。但是未來還有沒有所謂的繁華地段？它有沒有什麼那位置的重要性急劇下降？因為人類在進入什麼 AI 社會、人工智能、遠程辦公，位置空間已經沒那麼重要了，至少重要性在下降，這個大家也能理解吧？所以說你還拿過去的那個尺子來量未來的房子，恰恰是馬國元我認為沒有前瞻性。後面還有他第2個觀點，而中國房價會出現 K 型分化。當大家籠統談房地產見底的時候，有人會理解為房地產市場會像過去一樣普遍反彈。肯定的說，這種情況出現概率非常低，沒毛病。K 型分化，K 型分化也是一樣，就剛才那個觀點一樣嘛，就往下那條腿沒什麼好爭論的。好房子會反彈上漲，但大部分老破舊房子會橫盤多年，會不到以前房價的高點。他說我之前講過全球房地產的規律，就是歷史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房地產經歷調整後，好房子很快反彈，但絕大多數房子回到以前的價格高點需要很長時間。第3個觀點，他說好房子價格一定會創歷史新高，我說的是會超過2021年最高點，
而且这個時間不會太長，3到5年，但絕大多數房子很難回到那個高點，這也是有歷史上一些數據為證的。他說的數據就是了，每日看過去日本、美國、香港等多國家的房地產多地區，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區，就說錯了，審核過不去。東京核心區豪宅現價遠超1990年泡沫高點，漲幅大約50%到100%。但日本全國普通城市90%的房源沒有回到1990年的高點，部分下跌50%左右。還有希臘等歐洲國家的房子，現在大多數仍然沒有回到以前的高位。也就是說，以後房價好房子一定會創歷史新高，而大多數的房子10年以內回到以前高點很難。他說，正因為如此，我一直強調，問房地產總體見底其實沒有意義。他剛才已經說了，總體上已經見底了，那你告訴人家見底了唄，至於後面漲不漲不知道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，不就這意思嗎？所以說馬官員他說3個觀點，實際上來來回回就是強化一個觀點，就是有的房子要漲，有的房子漲不回去了，就這意思唄。那我們感興趣的就是哪個房子會漲，漲不上去的房子我知道，大部分房子只有住的功能，但是我對這個還能漲上去的房子比較感興趣，還能創2021年新高的。實際上這個尺子很難量，這是個偽命題。什麼叫偽命題呢？那你說要超過2021年房價，那說明這個房子現在還在，是吧？這個房子肯定是2021年之前蓋的。那你說2028年蓋的房子以後賣50萬一平，那你說你跟誰比？沒法比，對不對？我們說的是2021年就蓋好的房子，那未來這個房子會不會超過2021年那個價格？你這麼比才有意義，對不对？那你這就沒法比了，因為你2021的房子，你現在雖然不叫老破小，但是再過幾年它就变成老破大，不一定小，老破大，它怎麼會回到2021年高點呢？我們舉例子，現在上海那個豪宅30萬一平的，我們都說過了是吧？它新房的時候確實那房價是在漲的，就跟周邊比，你想20萬一平、30萬一平，一套房子2個億，這個確實媒體天天報道。問題是這房子只要你一買之後，你說它漲了還是跌了？漲你要賣你加不了錢，你這個新房2個億買到手了，你說我把它賣掉，那你賣不到2個億，不好意思，那你能說它漲了嗎？為什麼賣不到2個億？你可以看新聞，看王思聰買的別墅，還有明星的誰什麼宛傳景田是吧？去年還是前年買的豪宅，融創的上海的那豪宅現在開始出手就要打折。否則你賣不掉，這樣的豪宅這玩意兒絕對稀缺的，對不對？怎麼還降價？我覺得馬官員老師他應該把這個研究，是吧？為什麼新房的時候他賣的很貴？這些稀缺產品，這些好地段的是吧？黃浦江邊的是吧？核心區的，為什麼當二手房賣它就便宜了？那也就是說，你要想炒這個房子的，你一個個的都倒霉，就被套住。所以說馬官員老師所說的那種，房價還能漲的房子到底是哪個房子呢？不太清楚，或許是在他夢中，這是一種。第二個，他舉例子就是日本東京，它這房子1990年最高，後來就失落了30年。現在日本的東京的房子很多已經比1990年最高點還高了。那我覺得這個就屬於刻舟求劍，他沒有分析日本為什麼會回到高點。那我們跟日本的這個環境有什麼區別？是不是完全一樣？如果完全一樣，我們就是1比1複製的，我們當時是日本，那日本能回到新高，那我們也能回到新高。那你這麼說還有道理。但是問題是我們以前就說過了，有8個因素，就像咱們那個解8元幾次方程式一樣的，你有8個因素，你得完了，你只考慮4個，說4個一樣，我們就一樣，那怎麼可能？我們一共有8個因素，你只找到4個一樣，那4個你不管了是嗎？你比如說日本现在房價回到1990年，東京那有多少是外國人買的？你先把這搞明白。是他日本人自己買的還是外國人買的？這第一個。就我了解，咱們看的媒體報道，那大量的中國人跑到日本買房，買學區房，把日本的房價都買起來了。那你這兒有沒有外國人來買？你打算哪國的人來買？印度的嗎？是吧？這個你要對比，誰去日本的接盤的，把它房價接起來了？東京，這是第二個。日本的經濟和咱們是一樣嗎？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，腐朽沒落。那我們這個是彎道超車，是不是？我們這個是遙遙領先，輕產式，跟他完全不一樣。你得對比，他們也不會開會，是吧？他们也出不了什麼政策，他們又發不了口罩，又發不了眼罩。那咱們這些政策是隨便拿出來都是政策，
那能一樣嗎？這不一樣，你怎麼分析？你得比較一下。日本它是沒落的那種市場經濟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那我們這兒那有調控，可以開會，可以引導它漲或者什麼的。所以說你這不一樣，你怎麼跟日本比？日本它是日益沒落的、是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，对吧？那個制度被證明了是不行的。這是第三個，就是日本90年是吧？到現在它趕上的是什麼社會？那頂多是個信息社會。而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人工智能、AI 算力，未來可期。在日本人在發展的那個年代，地理位置、空間還很重要，因為他那個時候信息化還沒完成，互聯網、移動互聯網還沒有爆發，現在才慢慢的爆發，所以這個位置的重要性還是在的。所以你在東京就不一樣，而我們現在呢不一樣了。你在北京沒工作，你跑到昆明待着，你也能找到工作，做這種网上的，对不对？很多在北京的企業，他把自己的那些不賺錢的部門，但是人又多，但是這個利潤不大的部門，他搞到蘇州去了，搞到四川，对不對？甚至搞到西安。為什麼？因為在北京它成本高，租辦公樓、租寫字楼也貴。你在北京1萬你招不到什麼特別厲害的人，但是你要在西安，你花5000就能招個不錯的，打電話打得很順溜的。所以說，人家把這個公司主動的搬到西安去了。他只有研發部門或者總部，他在北京就不需要搞那麼大的场所，不是這個邏輯嗎？但是日本他沒趕上這個年代過去，所以他必須在東京待着。你最大的公司在東京，你所有的人都得在東京待着。所以說，我們未來我們对位置空間的要求越來越低，我也不能说不重要，对吧？只能说重要性越來越低，也就大家就沒必要都扎在上海。但你上海的生活成本高，房價高的時候，我承擔不起，我就去杭州了。如果說杭州還高，那我就去寧波；如果寧波還高，我就去金華，是不是？或者我去嘉興，我在周邊晃的。再不行，再高，我去昆山，去蘇州。當然了，馬冠元老師說很多房子回不到1990年高點，這個沒毛病。咱們焦點不在這兒，咱焦點是在 K 型的那條腿。他說還有房子價格以後會漲，會創新高，這個說法不準確。而且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，未來即便創新高的房子，它跟我們普通人沒有任何關係。這種稀缺資源一定不是我們說你拿着3瓜2棗你就能去買的，你一定要放心，這種稀缺資源肯定要漲的，這種你買不到。你能買到的，你把你窩囊費拿上，在七大姑八大姨借點錢跑去買的，你能買到的，那一定是未來馬冠元老師所說的那 K 型的那條腿往下跑。這個一定要記住了，作為韭菜，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。但凡你一買就閉着眼賺錢，那這麼好的事情，它怎麼能到你頭上？那麼多權貴，那麼多婆羅門，人家都盯着的，是不是啊？對吧？你隔壁村紅綠市場挺好的，你閉着眼買就能賺錢，人家不讓，是不是道理？也就是我們普通人就要放棄那種不勞而獲的什麼，我要去一買，我躺着那就賺錢，就啥活也不用幹了。那你說國家培养你幹啥？讓你上大學花了那麼多錢，你父母培養你，就讓你買個東西往那一躺，人家賺錢是嗎？不幹活是嗎？外賣也不送了，网約車也不開了，你像倒反天罡。當一個驢不想拉磨的時候，那只能殺了吃肉。你看這個馬冠元老師最後他說，最近上海、杭州、成都，包括深圳，好房子從價格到追捧的程度，到驗資要求的門檻都創了新高。上海的頂豪驗資3000萬，開盤40分鐘售罄；杭州改善盤驗資800到1000萬，中籤率5%到8%。我一說到這個，我就想起了我這個欄目裡面還有一個科技新貴，他自己說他是科技新貴，他去打籤中籤，好像沒中上，還是中上了，不太清楚。你看馬冠元老師說這東西跟韭菜有關係嗎？上海頂豪驗資3000萬，你哪個韭菜有3000萬去？就馬冠元老師，你說這個不就是叫多餘的話嗎？廢話嗎？這是第一個。你看杭州改善盤驗資1000萬，哪個牛馬能掏1000萬去放那兒驗資？就這個中籤率還5%到8%，這是第一個。所以說好的房子跟我們韭菜牛馬其實關係不大，咱們看看新聞就好了，報紙上讀一讀，視頻上看一看就完了，是吧？你跟那房子沒關係，不要產生干擾。這是第二個。即便是這樣的房子，明年它會漲嗎？馬冠元老師他敢打着賭嗎？即便是這樣的房子，你今年買了，明年你賣，它只會跌。我就把話放這兒，能接盤這樣的房子的人，他也不會買你二手房，人家就要買新房，大家能理解嗎？
都是割韭菜的，对不对？你有1个亿，我也有1个亿，你賺錢容易，我賺錢更容易。合着你住過的房子我來住是嗎？大平層誰買不起？所以都買新房。你一買了這個，你住2天，你說我再賣，不好意思，你打8折都不一定有人要。買這樣房子的人都不差錢，人家買了這個也不在乎漲跌，人買了這個自己住不了就擱那兒，落魄了，對不對？事業受到打擊了，走了下坡路，沒辦法了。他說房子賣掉回籠資金，這個時候打5折賣他也願意，只要能回來錢。這些人反而我可以實話告訴大家，炒房的很少，他就是心貴，賺錢太容易了。你理解不了人家賺錢容易的人是那種叫獨孤求敗，那種寂寞感。就你為1個月1800的在這兒只做牙花子是吧？只撓頭皮，頭髮一把一把的掉。人家這賺錢容易的，就不知道怎麼着他就賺了幾個億，不知道怎麼着的吧？這不賺都不行，人家含淚對不對？含淚把手中的股票賣一賣，就來幾個億、10個億的，他沒法弄，知道吧？人家賺錢就這麼容易。那你說人家買房子1個億的房子，他無所謂，對不對？這錢都是金融消費者送的，還講究什麼漲跌，還要什麼自行車，是不是這意思？還有那個明星，對不對？明星都是粉絲給的，明星人家隨便搞個什麼電視劇或者電影，當個股東在裡面把資本運作一下，不是也不知道怎麼着5個億就到手了。那你說他買個房子2個億的不就玩意了？他又不累，那他在乎這房子說未來會跌個3000萬5000萬的，他會在乎嗎？他根本就不在乎。所以你要指望這些人去買二手房，那人家覺得自己沒面子，混得不好，所以接手二手房的人很少。所以馬冠元老師說的這些，我認為是一個廢話。大部分房子要跌，或者就不漲，他沒有說跌，他說大部分房子不漲，恐怕說跌那就給他發個口罩，這個我也能理解。他說不漲，那行吧，這個沒毛病。他說還有房子能漲的，我覺得這個話是廢話，沒有意義。真有漲的房子我們買不到了，因為它變成稀缺，它跟10幾年前那種普漲不一樣了。這是第二個。拿咱們是超定律，咱們是彎道超車，咱們是清禪是遙遙領先。拿我們跟日本、美國比，他們是日益沒落，對不對？他們是在走下坡路，我們這邊在升，他們在降。那你怎麼對比？日本、美國他們開會也不行，特朗普開會也沒個正形的，這開會就打瞌睡，他能開得好會嗎？所以我們接着再看個故事，還是北漂的。說到北京，我了解的比較多一點。這個又是一個倒霉蛋，6月10號發的一個叫38歲中年失業，低估了12000房貸的威力。哥們兒還貼了一個截圖，這個最近一筆應還金額10238.94元，有零有整，扣款日是6月7號。你看他貸款本金是198萬，未還貸款本金186.45萬元，也就是他已經還了本金11.55萬塊。文章上來就說說我是住在天通苑，背着240萬的房貸，工資半年沒發的小天。一樣的週三，工資還是沒有動靜。前天收到銀行的短信，扣除了這個月的房貸，這就是他的截圖。6月7號就要扣到1萬多啊！我看了一眼，1萬多這個數放在2年前根本就不叫個事，工資卡裡扣就扣了，跟交水電費一樣自然。現在再看，心裡發緊。這東西是懸在頭頂上的一把劍，每個月定時往下落一次。別人的房貸4000、1000，我這1萬多落下的時候砸得更響，首付掏空了家底，換來30年的倒計時。天通苑這套房子是幾年前買的，2居室，不大不小，搭上了我們2口子那些年攢下的全部家底。簽完合同那天，我跟媳婦開玩笑說咱倆以後就給他打工了，當時當玩笑說的，沒想到幾年後成了真，這就叫一語成讖。30年每個月1萬多，那時候我工資正常發，媳婦也有收入，2個人扛着覺得還行，確實也扛了好幾年。工資一發，先把房貸轉出來，剩下的精打細算過日子。可那是以前，今年公司發不出工資了，所以我經常說，不是我們牛馬不努力，是你公司都沒了，你說你賴誰？好多人說我這我努力的，我勤快，我現在1個月1萬，我以後還不得都是1萬嗎？只會比1萬多。
你想的都挺好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再努力，你公司没了，你是怎么弄？这哥们人倒是挺努力的，但是他公司不行了，工资发不了了。今年公司发不出工资，现在每个月快到还款日那几天，我就開始算存款夠不夠，算來算去，最後還是能湊上，但每次還完，看着卡裡少了一節的餘額，心裡就發緊，晚上睡不着，盯着天花板，想要是工資再不發，這點積蓄還能撐多久？答案我不敢往深了想，從簽下名字那天起，這條命就不光是你自己的啦。失業後我也想過，要不把房子賣了換個小的，或者乾脆租房子住。跟媳婦提過一次，她沉默了半天，說閨女剛上小學，好不容易習慣了這裡，折騰一趟孩子又要適應。這個房子住了這些年，早就不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，孩子在這裡長大，牆上有他們身高的刻痕，冰箱上貼着閨女畫的畫。媳婦從來不跟我提房貸的事，但我知道她心裡也壓着這塊石頭，只是不想讓我再多一份壓力。有時候她坐那悶頭吃飯，一句話也沒有。我知道這根繩子穿着一家老小，誰也不能鬆手，誰也不敢倒下。你說日子過成這樣，買房的就得買之前就得把這些東西多看一看，這叫底線思維。你半條命的不是月供，是你連喊痛，是你連痛都不敢喊。其實最難受的不是還房貸本身，是還完之後你發現自己連喊疼的資格都沒有，所有的焦慮心慌都只能自己悶着，晚上睡不着就打開手機計算器算存款，算這個月還要花多少，算來算去還是那幾個數。就你這個狀況，你跟那人家一擲千金是吧？買那2個億的豪宅，你怎麼比呢？人家40萬一平的房子，眼都不帶眨一下，人家一個月的物業費，對吧？交2年就趕得上你這房子了。算完了，盯着天花板發呆，有時候半夜醒過來，看着身邊熟睡的閨女和媳婦，心裡又酸又脹。這房子本來是給他們買的，現在卻成了拴在我們脖子上的一塊石頭。有人問我後悔買房嗎？我想了想，不後悔。這套2居室裝着我們一家人最好的這些年，每天推開家門，閨女在茶幾上畫畫，媳婦在廚房裡忙活，陽台上晾着衣服，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日子。沒有這個房子，這些年的記憶放哪兒呢？這個想法是確實值得商榷。記憶和房子沒什麼關係，你租房住也一樣，而且就這一套房子也不是你永遠的歸宿，對吧？你也是暫住，沒見誰在一套房子裡住一輩子的。所以說他什麼這些記憶放哪裡，這都是偽命題啊。作者說，只是我低估了30多年，30年有多長，低估了中間會出什麼變故。以前總覺得工作穩穩當當，2個人一起慢慢還就是了。誰知道工資說停就停，一停就是半年。現在每個月快到還款日，我還是會提前幾天盤算，這個習慣改不了，也不想改了。它能提醒我後面還有很長的路，房貸還有好多年，到那時我60了，不知道會是什麼樣。但我知道，只要每個月能把房貸還上，孩子們還在自己的房間裡好好睡着，日子就能往下過。作者買房的時候沒想明白，到現在了，實際上他還沒想明白，也就是說他沒有超前眼光，他只看當下，看腳下，所以被套住也是必然的。即便是北京天通苑的房子，那也在跌。按照馬冠元的說法，天通苑的房子能不能漲起來呢？能不能創新高呢？這38歲的失業中年，能不能解套呢？難。為什麼？這就是我說的，人家第5代房子都在出來了，房子只會越來越好。誰買你這老破小？又在天通苑。所以說來說去，就是韭菜還是要把自己看清楚，根據自身的情況，根據你口袋的深淺來決定買房還是不買。把買房就當消費，就當買車就完了。我今天看了一下，這個奔馳、寶馬好像價格又暴跌，油車你就搜一下新聞，那現在價格跌的是相當親民，是吧？我看過去寶馬5系好像還要30多萬吧，現在只要27萬了。那你有誰在那抱怨過嗎？有誰在那寫文章說我買了寶馬，現在價格跌了，我現在要死要活的，對不對？
為什麼沒有？那不就是消費嗎？大家把它当消費，你就百顺了。过去奔驰要70萬是吧？好，你現在奔驰只要30萬，怎麼沒人出來寫文章說腰斬了，我這活不下去了？所以說你把它當消費沒毛病，有錢你就買，沒錢這租房住一樣。牢記，房子是供大於求，未來是越來越供大於求，因為人在減少，沒有辦法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